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龐寶林投資 GPS。美以騎虎難下，伊朗人民越團結，結局點樣呢？美以伊嘅戰爭咧已經持續啦，似乎唔係一日啦，唔係一個禮拜啦，而係月計啦。WTI 嘅原油價格上次都講過，我哋預計升到120蚊，結果3月9號已經升到119美元一桶㗎，升幅咧差唔多係1倍㗎。大家如果做咗油嘅 ETF， 咁就賺好多錢啦。如果你1倍、2倍、3倍、4倍咧，就更加多啦。但係如果油價呢啲短期升到咧最高，就又跌翻落去喎。今日星期一3月16號又上翻去98.51。如果能夠企穩喺100或者以上咧，就麻煩啦。容後咧，我哋再同大家分析。咁美國同埋以色列已經攻擊過伊朗咧，差唔多1.5萬個目標，仲有咧69間學校、16間紅十字會嗰個新月會中心，即係救援佢。以色列都要打擊佢嘅。仲有咧就係4510間嘅商店，影響到佢哋嘅民生，希望佢哋混亂、趁亂睇下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得到，所以係非常殘忍。咁伊朗人民越團結嘅戰事咧，我哋重創中東嘅經濟。咁旅遊業每日咧損失47億港元，10個機場咧取消咗超過咗3萬個航班，金融中心調派好多外國人噶嘛，咁佢哋會走啦，驚啦嘛。第二，房價就開始跌啦。至於美股咧，戰事咧就推動美元走強，今日嚟講咧升到100左右，咁會唔會再高咧？視乎呢個戰爭嘅情況。咁油價就喺高啦，接近100蚊，98.51啦。另外咧，美股嘅 VIX 就27.19，其實都係高嘅，再超過30以上咧，調整嘅機會就好大啦。咁美國咧必須咧就係搶全球不同或者其他嘅資源，為佢自己嘅電力系統。因為佢啲電氣系統咧，其實係好落後嘅，做 AI 仲要用多啲電，所以要去搶多啲資源。咁至於中港股市嘅情況咧，內地咧其實2月份社會融資唔係幾好嘅，只有9.6萬億，同埋咧貸款增加咧就唔係好多，情況唔係幾好嘅。融資咧今年嚟講較去年減少咗810億，喺2月份嚟講，2月份按揭嘅貸款啊，繼續收縮1815億，消費同埋經營嘅短期貸款咧又縮咗4693億，住戶嘅貸款又縮咗6507億，所以其實全部消費都唔好。咁點解呢？中東打仗，大家香港都知道影響消費，中國亦都係。中國人咧就係一定儲多啲錢，減少啲消費，所以睇到如果戰爭嗰度搞唔掂咧，或者再拖得越嚟越擴大咧，會影響到消費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中央我哋覺得咧就會做多啲嘢，咁但係睇佢做啲乜嘢政策啦。好彩咧，中國嘅 CPI 咧唔知同油價有冇關係啦，升咗1.8%。內地出口咧喺2月份咧增加咗21.8%。呢樣嘢唔好高興住，因為打仗好多外國公司，因為中國係供應零件嘅，就想儲多啲零件。因為如果船又停，飛機都停咧，咁你啲零件唔夠嘅時候咧，啲廠就會停晒，所以咧就會買多咗好多零件，令到個出口增加。所以呢個咧係假數嚟嘅。咁另外咧就係東盟嘅貿易窗咧就增加20.幾%。咁另外香港就穩定，中國穩定，全世界都好亂，所以 CCL 咧就升得幾好，創2年新高。咁呢方面咧令到我哋嗰個房地產都唔錯嘅。打仗短期咧令到美金又高啦，咁但係個通脹有機會嘅油價，但係如果油價企穩喺呢個水平100或者以上嘅時候咧，咁我哋覺得通脹會高，又要引起個滯脹，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嘅。同埋咧就係可能減息嘅機會就拖遲咗啦。當美國經濟好唔掂嘅時候就減息啦。港股咧就會好啲，港股咧就喺25000點咧個支持力好大。咁我哋覺得咧25000附近或者跌穿少少咧，大家要買你心儀嘅股份做 trading 都好，暫時咧就26000幾，今年嘅高位最多28000，咁所以28000左右咧，如果能夠去到咧，你可能都要走嘅。咁但係呢個波動裏邊咧，你可以買逆向 ETF 或者買升嘅 ETF， 買2倍啊嗰啲，咁你咪就可以賺好多，同埋買啲股份可能都有20-30%回報喺呢方面。咁但係要靈活啦。咁戰事點解越嚟越難停止咧？美國冇諗住咁難搞嘅，佢以為可以換人，好似委內瑞拉，點知唔係。咁所以咧，美國已經要增加兵力，全部就喺韓國啊，其他調返翻嚟啦。因為點解咧？美國啲軍事嘅庫存已經喺烏克蘭嗰度燒咗唔少，又要賣俾台灣、賣俾日本、賣俾好多嘅地方，同埋佢哋做咧產業鏈咧好長、好麻煩嘅。華府同埋咧個內部同埋美國國會係唔贊成咁樣，有憂慮嘅。最近美國就炸呢個伊朗嘅哈爾克島，大概90個軍事目標，但係咧佢唔敢炸佢個石油儲備喎，一炸咗咧就影響到全球嘅石油咧更加唔夠，個油價飆得更加升，咁所以睇到美國咧基本上只係做少少嘅示威都唔敢做嘢。第三就係特朗普一方面咧就話
戰爭可以隨時結束，好似不負責任啦。我哋覺得就另一方面又批准咧俄羅斯咧，可以買俄羅斯啲油，本來禁佢噶嘛。咁呢個咧就睇到咧，佢為咗個實際嘅情況，佢嘅做嘅嘢咧就好多矛盾。又叫中國、日本、韓國派船去中東保護自己嘅船隻，咁即係自己都好唔掂啦，要拉全部嘅人落水啦。咁伊朗點解咧就越打越團結咧？第一就係衝突拖長咗啦，伊朗嘅領袖成家俾人差唔多殺晒，個民族又係一個宗教嘅領袖嚟嘅，咁所以個民族嘅存亡同埋宗教嗰方面咧，令到啲人咧更加團結一齊。死嘅咧就係一個精神領袖，新一代嘅領袖嘅人咧就其實已經接班，佢哋更加咧談判嘅空間反而更加有限，因為佢都係出自強硬派，亦都係喺軍隊嘅。第三咧就平民嘅設施受損，咁正話已經講咗好多啦。學校民生覺得咧就更加要團結，唔會屈服嘅。咁美以目標嘅分歧，最主要第一，以色列係想大以色列主義，想喺中東咧佔嘅地方更加多，趕走其他啲民族，尤其是伊朗呢個眼中釘。但係特朗普咧其實就比較簡單啲，佢成日就話和平主義做唔到啦，佢其實就想最重要就係利益資源啦，解決佢嘅財富啦，美國嘅財富同埋個赤字啦、選票啦、美元強、美債權即係保持金融嘅地位啦、美國全球嘅控制力為主嘅。咁點樣收科呢？而家到埋牙之後呢，美國同以色列咧都有分歧。咁油價高企有啲咩影響呢？我哋就做咗一啲分析啦。咁第一就係油價喺早期未升嘅時候60蚊，本來由50幾蚊去到60蚊，全球可以承受得到，同埋咧有啲通脹係好啲嘅，企業嘅成本亦都冇乜太大。但係咧一上到80蚊咧，亞洲嘅製造業咧開始貴啦，尤其是日本、韓國、台灣。佢哋冇資源，其實佢哋好依賴外國嘅能源嘅，咁所以呢方面已經影響到佢哋嘅通脹，尤其是台灣佢哋嗰個晶片啊，其他嘢係高利潤嗰啲咧，影響就唔大，可以加價添，可以有油價補貼，包括航空股啊就可以加油價。咁另外咧就係如果每桶升到100蚊美金咧，就不得了，好似而家呢個水平，如果唔係反彈而係能夠 keep 喺呢度一段長嘅時間咧，全球就會進入真正嘅高通脹警戒區，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繼續受阻嘅時候咧，$100以上嘅根本就唔再係尾部效應，個滯脹亦都有機會跟尾啦。所以去到$120一桶咧，就更加恐慌，全球股市我覺得大冧。所以點解我哋嘅投資組合亦都開始同美國嘅科技股啊，我哋係減持 hold 咗一半嘅現金左右，而希望等待嘅機會。咁美元當然強一打仗上到100啦，再打多犀利啲仲升得多添。但係大家都要小心美國嘅股市啦。如此嘅水平持續咧，我哋覺得全球咧就會有機會更加有滯脹，就變咗咧減唔到息，可能仲要加息添。咁所以通脹咧就唔下跌，咁所以你股市有咩辦法唔跌啊？美國股市特朗普想減息噶嘛。咁仲有咧就唔止係石油，更加牽動而家最重要嘅發展就係全球嘅 AI， 因為咧晶片同埋亞洲嘅資金都係留喺晶片嗰度，係 AI 嗰方面嘅。最近卡塔爾嘅液化天然氣受到襲擊，佔到全球嘅1/3嘅供應，所以咧令到全球喺呢方面嘅供應咧短缺，燃氣個價格咧就高居不下，令到咧韓國啦、台灣嘅晶片業咧、日本嘅晶片業受累。同埋影響到咧就半導體，咁半導體影響咧就係我哋講咧就晶片啦、航空啦、太空啦，同埋醫療一啲供應鏈都造成壓力嘅。咁迪拜嘅安全港嘅地位咧就備受考驗啦，部分亞洲富裕人士咧可能把資產離開迪拜。咁啊嚟亞洲得2個地方嘅啫，新加坡同香港。咁而香港咧有中國做後盾，我哋覺得咧受益咁多。咁所以我哋大家睇下咧，資金嚟，而且我哋嘅股市唔係貴咧，可能會嘣一聲會升幾多都唔定㗎，大家都要留意。咁投資嘅策略係點咧？就唔要假設呢個戰爭迅速就會完結啦，咁要預留可能拖長到9月。不過我覺得9月之前咧，應該特朗普咧點都唔再拖落去㗎啦，因為佢要中期選舉，所以大家都要遇到一個中短期嘅情況啦，唔好單邊咧重倉，要喺靈活咁去做。尤其是跌得好低，你就買反彈咗之後咧，你就靈活嘅套現。咁如果你做期貨、期指，甚至買啲個別股份，可能有15至20% 嘅升幅。咁當升得多，你可能嚟沽翻佢，或者買啲逆向嘅 ETF， 買佢跌，買個股市跌，其他各方面
咁仲有咧就係貨幣嘅升跌咧都要考慮㗎啦。因為如果打仗嘅時候就美金升，跟住就會跌，咁所以其他啲貨幣相對美金嘅嚟講咧，譬如歐元啊、日元啊或者其他嘢就可以升。咁金亦都有機會升翻，而家短期咧金咧已經試翻去5000啦。流動性我哋保留咧就係現金，尤其是咧美元，因為咧短期嘅避險嘅資金咧仍然偏向美元，所以暫時放喺美元。但係到情況嘅時候，可能換翻其他嘅貨幣。咁我哋都係逐步做或者一次過做，就視乎你嘅風險啦。抗通脹嘅配置咧，就係我覺得能源啦、黃金。如果美國打仗嗰方面、油價嗰方面美元冇個強勢、冇打仗嗰個情況憂慮，咁變咗我覺得咧可以買埋翻啲外幣或者外幣相關嘅股票或者個資產。咁上游嘅能源股咧就可以供對沖嘅。防衰退嘅配置咧就係若果油價高位維持嘅時候，最終拖開經濟。股市大跌最好嘅沽空嘅股票，或者買啲高收益嘅股票，唔受呢啲經濟影響，同埋咧債券啊。我自己係東企喺證監嘅持牌人士，冇持有上述咗嗰個證券，但係我哋嘅投資組合同埋個基金都冇持有上述所講嘅股票嘅。好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同埋按呢個鐘仔。多謝晒，拜拜。